这越走里面越臭啊！开始踩的比较多。全走开了。南瓜薯是可以生吃吗？哇，好像章鱼哦，好像每只脚都在那边晃。洗厝干、松丝虫、买菜罐肉上红棒，都做下做料理，好外用版味道虫。今晡日啊，小人下来做厝，可以请帮菜来做好吃的料理。我喜欢吃空心菜，可是不喜欢吃它的叶，喜欢吃那空心的那个。它这个就是空心菜啊，那不是萝卜吗？白萝卜。不然你画呢？这样的话你要不画，这样写你要不写？有。最好没人吃，普通人就没有写完。写完了。没有人写的，我会写完了。努力把它画。空心菜有哪些不能吃吗？这下面就是拔起来的下面不能吃，其他都可以吃。还有可以做成沙茶牛肉空心菜，空心菜可以做沙拉吗？不行，它不能生吃吗？你要试试看嘛。我不要，我被辣椒尝过了，我死。米苔木长这个样子，然后米苔木做出来之后切一切就变一条一条的。这次做出来感觉是像长这样，有点怪。我还画了，这边可以吃，这边不能吃。还有那种嘛，那个保存空心菜啊，空心菜用报纸包起来。今晡日洗洗厝干，都是对方言过小5年生来的小朋友。第摆啊，记得爱用旺菜来做料理，面同生芡爱用沙茶同金针来炒牛肉，甜同松筋后来煮旺菜面起馍。行家良做洗厝干啊，都要先到盐放去杂菜。今日看那人讲中人，记得运用办教洗厝干，认识今晡日的食材呢。叔叔你好 ，Hello， 你们好。我们今天要采金针花。金针花哦，空心菜。空心菜。好，走吧。我们要去采金针花咯。其实种金针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水土保持。因为你看我们这里3支啊都是梯田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阶都是用传统的石头这样堆砌而成的。石头上面还有土。假设你不做水土保持的话，土会一直往下流。所以叔叔就种了一排的金针。这样子它的根啊会抓住那些土，所以只要是下雨的时候呢，那些雨水就不会把泥土给往下冲了。来吧，发袋子，一人一个。那怎么采？这拿起来就好了。哎，真的？可是为什么会这样？这里面有一根花蕊啊。可以拔出来啊？对啊，你拔出来。那花要怎么？花呢？花很漂亮，但是不是我们想要的，因为花也可以吃，但是呢，它必须要把前面这些花蕊有没有拔掉？对，要拔掉。种阿塑胶袋我留发型绑体，唔系做唔得设计哦，系为洗较层嘅发型，为了其他向下做嘅东西染到污色，按样看起来啊，就唔正咧。故所要先绑体机，当年嘅秋天就喺金针花开始做啲采树嘅时节，当中人啊，当然都爱讲下嘅拗金针，面同生芡啊，你都爱听树，树脚就爱较夹到嘅哦。开始踩的比较多。全走开了。我是万能手，我是万能手。等一下，这边有些我踩的哎，我看有没有？它的比较多。哎，这是我都自己踩的。哪有？耶！刚开始前天摘食材，也两3人用班就开始严格比赛呢。那我做洗厝干，应该唔会按好严格啦。记得今晡日啊，要用宜兰来请旺菜老米切馍哦。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弄在那个温室里面的堆肥，它是我们一般吃的豆苗，它还有一个你闻看看，有一个那个发酵的味道，有没有？它发酵之后，我们就会把它搅一搅，搅到土里面，那这个就是最好的肥料。那你们不买肥料？我们也会买，可是因为做有机的，它肥料不能下太重，而且如果是温室啊，如果你肥料下太，它没有办法挥发出去啊，所以它土壤就会变比较酸，那对菜就比较不好，就比较不能保存。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尽量做一些比较天然的。有点臭哎，这个就是它发酵的味道吗？对，就是发酵的味道。好熏哦。这越走里面越臭啊！因为我们堆的越多，是越哇，
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拔空心菜。空心菜这个啊，就是你看一般的菜我们是拔掉就没有了，可是你空心菜剪掉，它这个根到时候又会长出来，又变这个，所以空心菜可以一直拔，一直拔，一直拔。那怎么看嫩的和老的？嫩的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就好了？这样就嫩嫩的，对不对？那老的你就是怎么拔都拔不断，那我就是菜已经老了。片言同松井看到的是温湿度中的旺菜，同樣係愛用旺菜來做料理嘅麵魚同生芡，係啲台北農場買嘅，唔啲兩隻無強用蔬菜咁中型，種嘅方式為無強用麼呢？这里面放工具耶这，边就是叔叔3间被风吹破的温室啊。对，还有这个破嘴蚕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采的是空心菜。在哪里？这一个空心菜跟这个空心菜差多久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不，知道。差7天。 7天而已哦。所以它7天之后它会长那么高，所以菜在最后面长得很快。来，新温室比较热哦，对啊不，是怕虫。你有看到空心菜在哪吗？这个那个大哥在哪？这个都是，这一片都是，这个都是。对啊，这是什么菜？不知道。不是，这是小白菜啊，大哥。啊你不是说你吃过？我没有看过，我只吃过。我吃过没看过就对了。啊，空心菜在哪里？空心菜就是空心的啊，你看，等一下你要采哦，每一个菜的中间都是实心的，对不对？嗯，但是空心菜呢，它里面都是空心的。我们等一下采空心菜怎么采？我教你们哦，因为这是温室啊，哈，土很松，对不对？嗯，就这样拔起来，有没有？哇，带一堆土，但是我们并不吃它的这边啊，直接把它剪断就好了。假设是自己家庭式的种法，你只要中间把它剪下去啊，这样也是捡起来，对不对？把根留在土里，它会继续再长出来。它可以长几次啊？ 3次。我看过最多是到5次啊。 5次。哎呀，但是越吃越来越不好吃，越来越老。所以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这里的做法都是整颗拔起来，然后直接把根剪掉。懂懂了。那我现在拔剪刀，好要不要互相残杀？好。然后叔叔可以生吃吗？可以啊。那你吃一口，你吃一口。你们这没什么，哎，还蛮好吃的，好吃，没什么啊。真的吗？那我来吃一根。可是没味道。但是我不是牛哎。我要吃哦。是啊。哎呀，你吃好大根哦。就是有点汁的味道，乳汁。好重，哎！夸张吧，你们两个，要小心不要把它抬烂。他拿歪掉，然后还差点掉下去。它拿歪掉，真是又怪他了。雖然好嚴格，唔過兩三人還係當認真嘅採動到嘅旺菜哦。亞拜啊，我買嘅無多，唔過種啊屬於3人啊，當然啲農場地度無限恻差，也以太南嘅旺菜，都好請到兩個鵝肉嘅來天數包裝咯。这个带回家要怎么保存？带回家你就放冰箱啊，因为这个你看它都干巴巴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有碰到水的空心菜啊，基本上你放7天都不会有问题啊。这个空心菜是不是要装报纸？装报纸一般是传统他们会做啦。那报纸上面有什么？黑黑的叫做油墨，所以现在比较少人在使用装报纸。真难装。真难装，是因为你弄得很乱，你这样随便剪一剪就没对齐。那金针花还有空心菜要多少钱？金针花看在你们两个自己采非常，因为金针花它很费工，采收很费工。你有没有觉得采收很费工？不会，还好很好玩。就还好啊，对，那是叫你今天采一点点，叫你采整区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哇叫了。所以金针花比较费工啊。雜菜係動神氣，唔講研究兩啥愛較夾掉嘅哦。希望按道菜啊，愛保當見條路山咧。麵同生芡，幾件潛到兩樣食材咧。見咱愛做西廚乾，未愛用旺菜炒米糍粿。王阿姨都係純手工打米糍粿，便宜同鬆筋，未強下天數來打咯。那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有机米苔目，那这个啊是阿姨啊早上浸泡4个小时的再来米。有机的米哈，你看颗粒它看起来会比较小颗一点，因为它的那个肥料也没有加很多。用有機米打米糍粿，愛先撈米浸水過後，冇做拌醬，斬拌兩下。一份啊，係我哋拿來做白米用嘅。那我一份米醬，就是要洗出乾，4條一粒來切咯。要大力一點哦，好，这是水都出来了。哇，那这样要压到什么？压到有点硬硬的。已经不就硬吗？没有，你看它有点水啊，对不对？
哦，算了，我压不下去了，真不好压，米苔木好吃吗？好吃好吃，对，所以做米苔木会很辛苦。哦，有压不下去了啊！我的手都变红的了，这很痛。我不要。好了吗？哦，再一下下就好了，来，我再帮你这个还有水，小心，你看，那你的膝盖会很痛哦。你看有没有水很多？好，这样了，好，我的手是有硬的，有没有？硬了。啊，终于。下一个步骤哈，这个是刚才是我们留下来的姜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不能跟那个和在一起吗？这个煮过会黏，那个不能。对对对，那我们现在把它倒到锅子里。我一个不小心会不会烧焦啊？所以你要看有没有，那锅底是不是你不能让它烧焦，所以就是锅底上慢慢搅，只是把它就是煮的有点凝固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有点推不动的感觉。有吗？等一下，上面结了，越结你用越大了，好像牛奶的感觉啊。牛奶结块了。那已经是狗狗了。那我们看这一袋，来把它拆开。哦，这有点像所以面粉，你刚才有用心。你又黏黏的，然后哎，来，你们再用一下，阿姨把那一锅刚才我们煮的那一锅拿过来。温温热热的，对，摸起来好像粘土哦。这个哈，再就是两个把它全部和在一起。是有点像麻糬的感觉，好烫，那把它刚出炉的，好烫哦，好烫。不能等它凉再做嘛。因为不能等它刚才那个凉了会煮过硬掉那个，对，它会一直硬掉。哇，手都要把它搓到有点黏黏。一般如果是再来米的话，它不会这么黏。所以阿姨今天就是为了让它增加粘性，我所以觉得我有再加一点肉米下去。这不止一般的黏，黏对不对超黏土还要黏的，黏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有机的米很 Q。超黏手的，好像有人在玩一个超大粘土，然后就跟抗战一样，真的是越来越黏，而且还离不开我的手。呀下爭啲，我食到好食嘅東西，唔係按過嘅事情嘅好。生下來呀，行愛到米前木冰檔酸米前木，呀是係最傳統嘅做法喎。哇，有了，好像章鱼哦！哇，有了，好像章鱼哦！好像每只脚都在那边晃。手工的哈都比较短短的，等下给你们哦，谢谢哦。碰到铁会烫，有有出现那个形有状哈，，很黏。我的手都被黏住了。哎呀，看它。我怕烫。只觉得那个热气好烫啊，好玩，可是我怕烫。好了来，吗？我这手上被涂了奶油的感觉。来，拿过来。酷酷的，没味道，未添加任何防腐剂啊什么的。打好嘅米前木行愛高啲走，希望地位度嘅水分強度啊，就會種起來，嘅就冇好食咯。米前木老幫菜都潛到嚟，見那愛煮些廚幹，要借到那邊哦。進去。那你们今天需要什么呢？我们要買辣椒、牛肉片、洋葱、太白粉。好，那我们先拿牛肉片好不好？好。牛肉片有台湾的，有澳洲的，你们要哪一个？哪一个比较好吃？当地当然它的食材会比较非常新鲜，所以呢，我们通常都是推广大家吃台湾在地的食物。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台湾的牛肉？好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呢？太白粉，太白粉在这边。你知道太白粉为什么有分有机跟一般的吗？不知道。一般太白粉我们所谓的就是马铃薯淀粉，就生的马铃薯去磨成的粉。可是外面呢，很多人偷懒，所以他们多加一个叫素薯粉，素薯就是地瓜。
可是生地瓜他们磨的时候是用它的根去磨，那里其实有一种毒素在生的时候。可是有机的蛋白粉，你看它就是100%就只有马铃薯淀粉，所以它是安全的。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呢？辣椒，辣椒。你看这是洋葱，洋葱它有紫色跟白色，它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闻一下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没有味道啊。有怪怪的味道。就是呛辣的味道啊，它只要煮过之后它就会比较甜，但是紫色它煮了之后还是会比较辣一点。所以你要白洋葱还是紫洋葱？白洋葱。白洋葱，为什么你炒牛肉要加洋葱？因为它增加它的甜度。那我们就来结账喽。生蚬同米魚，愛做嘅係沙茶金針炒牛肉，愛用嘅牛肉、蔥頭、片米粉、辣椒嘅都買好些咧。金門人啊，係侯寶龍侯師傅，愛聽你兩做西廚館，向下來做菜。此時啲新竹客家中睇嘅侯師傅啊，世界世界就啲潘州嘅總廚師侯阿美順條，好料理嘅技巧，故所對傳統嘅客家菜係懂聽嘅哦。那你们这一队准备是炒什么呢？沙茶金针炒牛肉。会炒吗？不会，不会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学哦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教你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这边带来什么料理呢？空心菜米苔目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米苔目是客家的一个懂好吃的呢。那你会不会做？会。真的假的？我们自己种。这看起来就是手工的，因为手工的会断。这个要加入我们的米酒、我们的盐巴、胡椒，一点点酱油，把它腌一下。这个我们的空心菜要把它切成大概是3公分长，好，把它放在川烫。哎，你腌肉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忘记了对不对？要腌什么？米酒、盐巴、胡椒，还有酱油。厉害厉害。就这样就够了吧？对，酱油。好，来把它一直拉，一直拉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加一点太白粉，不能看到有水。你这姿势有点像扮家家酒，你看它一直飞。来，这个太白粉要加多少？加少许下去，把它拉一拉。我们要接着要切蒜头，这个是真的是有机的，好可爱的蒜头啊！这个3颗就够了。你把它对切，好，把它躺下来，这样。我们这里水啊，我们里面呢要加油、盐巴跟糖。油呢是待会呢让你的菜变得比较油亮，那盐巴是让它去入味，然后糖呢是让它去保色。空心菜而已啊。有没有看到？你刚刚加的油是不是很亮？我切过去，小鱼这边呢、哎，你知道要切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你走错路了。辣椒要切片，蒜头切片，洋葱切丝。来，我们帅哥这边，你要腌肉，这个要腌什么呢？腌一点点的绍兴酒、盐巴、胡椒。我们大概是1小匙。味道怪怪的。你敢吃辣就多一点，没有关系。因为呢，这牛肉啊比较腥。不要太辣了。那盐巴、胡椒，哎，做对了，做对，夹啊。看不出来，感觉都一样。吃吃看啊！我都吃过，你好甜。那你再试1匙的盐巴来，不要客气啊，我都吃。你就把它当做中药就好了。不行，这个要危险，太咸。好了，赶快腌一腌。这个把它对切好，然后这里我们加一点点太白粉，再把它拉一拉。它的粉呢没有白色粉末，然后均匀，就把它搁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洋葱这样切丝是不对的，慢慢啦，用切下去，慢慢刀子就扶正了。因為野出菜嘅牛肉係一塊塊嘅，故所青菜咪要切做重重嘅，將會較合適。像旺菜就要切做3公分，世界世界將會較利片。不過最重要嘅係啊，殺好嘅旺菜要先啲糟，將會影響後背調味嘅比例。也條準備嘅條路都當重要，二條兩沙要耐心地會好好做哦。隔壁嘅西廚館也下未幾年開始要炒菜咧。啊，不用擔心，把它炒開，稍微推一下，對。
都粘住了。因为锅子如果不够烫，你是会黏。我炒给你看，你可以学习这样翻。我们就把它炒到有一点点上色，你把它放到碗里面。好，接着这边我们现在要再加一点油，爆香我们这一个，因为这是新香料啊，蒜头、辣椒这些。来，这个猪肉把它丢进去。这个呢，速度就要稍微快一点点。这边先加一点点酱油。现在把高汤放进去，改糖啊。好，来米西姆，全部哇！我们要加调味料，好，要白胡椒粉，要豆腐粉，多一点，对，多，把它放进去。哦，是吗？好，然后一只手抓着，怕它跑掉，然后这个就把它稍微这样从底下把它拿起来。好，坐在嘞。这样就好了吗？还没，你一定要弄到很漂亮这样子。可是摆盘漂亮也是评估美食的方法之一。当然了，然后这个香菜把它放上去就结束了。把它爆香之后呢，把牛肉先把它拿起来盛出来。好，来交给你。这里可以补一点点绍兴酒啊，小心它会着火。来拉一拉，有没有很香？快醉了，它快超会大了。先让牛肉处理好，過來再了列其他嘅食材，就唔驚全部向下炒，為讓牛肉炒軟啲咧。唔過炒葱頭啊，天炒要記得冰水，按樣炒較為軟，咩唔會踢嘅就出火燒。行家啊，要等到香味都炒出來咧，再做得冰牛肉，安尼啊，再咪有葱頭黏黏嘅調味哦。開始你要加一點沙茶醬，油一點點，你加一點白胡椒。夠了，夠，嚇死人了。加下去吗？对，加进去，快。这里金针啊，最后啊把它焖一下。那鱼，你这边你再把它挖一个洞，像这样子。好，来，第二片，打开锅盖。香气都出来了。有没有咸？有咸哈。好，那你鱼你拿着盘子，来像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吃米席末，这个手工的米苔末。给我。你会发现，好吃了。客家的味道。后嘞，拉嘞，不是现在吃饱呢，因为我还有一个牛肉。好，来吃宽宽的。我从来没有吃过炒过的那个底的。好吃吗？红蟹汤。快醉了。为什么会醉？你有喝酒吗？那都是酒的味道。有没有很香？很香，的确很香，跟外面卖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是酒香，其实一点点，那你烧久一点点呢，它就没有这个味道了。我干嘛？很好玩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醉了，是不是？站不稳。开车不喝酒。喝酒。不开车。我觉得是米苔目比较适合。多吃一点蔬菜来。我有没有当好爸爸的感觉？哎，这么阿公？名字写了，你这边都没有写啊。你有没有说写那边只有叫我写上面而已啊？而且这边全部都是我写的。对，我就这次很好就好。不想跟他一组，他很懒。